主后2025年2月1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感谢你为主做大事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民数记》16章第1节到50节。利未的曾孙哥哈的孙以苏哈的囝可拉，甲路边的后代以利亚的囝大坦、阿比兰，甲比勒的囝安，因起来反抗摩西，带以色列人中间250个有名望、受会众选出的领袖，做伙去找摩西。因联合攻击摩西甲阿伦，讲：恁伤过分啊！全体会众逐个人拢是圣，上主嘛伫因中间，恁是安怎自高，看家己比上主的会众较悬？摩西听到即个话，就趴伫涂骹，对可拉甲因迄阵人讲：明仔早起，上主要指示什么人是属伊的，什么人是圣，伊就叫迄个人就近伊。上主要互伊竞选的人亲近伊。恁着安尼做，可拉甲恁即阵人着摕香炉来。明仔载，恁着伫上主面前，伫香炉内面堆火，顶面下香。上主敬着的人，伊才是圣。恁遮的利未的子孙，才是伤过分啊！摩西佫对可拉讲：利未的子孙，注意听！以色列的上帝，甲恁对以色列的会众分别出来，互恁亲近伊，办理上主会幕的事，佫徛伫会众面前服侍，这敢是小可代志？上主佫互你甲你的亲族利未的子孙做伙亲近伊，恁要求祭司的职分是无？你甲恁即阵人联合，是咧攻击上主。阿伦是啥人？恁竟然对伊发怨言？摩西找人去叫以利亚的囝大坦甲阿比兰，因讲：阮毋去。你甲阮对人恁甲蜜的迦南地带出来，害阮死伫旷野，搁要家己做王管辖阮是无？你若无带阮去到你所讲留恁甲蜜的地，无互阮有田园甲葡萄园做家业，搁要乌遮的人的目睭是无？阮无要去你遐。摩西就非常受气，对因讲：求你毋通接纳因的祭物，我毋捌牵过因一只驴，嘛毋捌害过因一个人。摩西对可拉讲：你甲恁即阵人甲阿伦明仔载拢着来徛伫上主的面前。恁250人，逐个着带香炉，内面堆香，来到上主的面前。你甲阿伦着家己带香炉来。恁逐个人就摕香炉内面底火，顶面下香。因甲摩西、阿伦徛伫会幕门口。可拉召集全体会众来会幕门口，攻击摩西、阿伦。迄时，上主的阳光向会众显现。上主吩咐摩西甲阿伦讲：恁着伫遮的会众较远咧，我要伫10000年久的中间甲因消灭。摩西甲阿伦就趴伫涂骹讲：上帝啊，赏赐性命互世间人的上帝，这人犯罪，你就对全会众发大受气是无？上主吩咐摩西去甲会众讲：恁着离开可拉、大坦、阿比兰埔边的四周围。摩西去大坦、阿比兰遐，以色列的长老嘛缀伊去。伊吩咐会众讲：恁着离开遮个歹人的埔边，因的物件拢毋通摸，才要恁甲因做伙消灭。会众就离开可拉、大坦、阿比兰埔边的四周围，
大坦、阿比兰甲因的某囝儿，因的细囝，拢出来徛伫因家己的布边门口。摩西讲：是上主找我做遮个代志，所以恁着知，毋是我照家己的意思伫做。遮个人若甲一般人共款自然死，拄着甲一般人共款的遭遇，就是上主无找我。摩西话拄仔讲煞，大坦甲阿比兰下面的地就裂开，地裂开，将因甲因的家眷以及所有属可拉的人财物拢吞落去。遐人甲所有属因的拢活活落阴间，地伫因的顶面搁合活，因就对会众中间消灭。伫因四周围的以色列人听到因吼叫，就拢逃走，讲：咱嘛袂互地吞落去。搁有火对上主遐发出，吞灭迄250个献香的人。上主命令摩西，吩咐祭司阿伦的囝以阿撒，甲遐个香炉对火中捡起来，搁甲遐个跌倒的火炭摕去较远的所在耶和散。遐个香炉已经实圣，遐个香炉已经献予上主，所以是圣的。你着将遐个犯罪害家己性命的人的香炉堆做规片，搭伫祭坛，通做以色列人的鉴戒。祭司以利亚撒就甲遐个人所献铜的香炉摕来，堆做规片，甲祭坛包地，互以色列人做鉴戒。则免毋是属阿伦后代的外人，伫上主的面前烧香，亲像可拉甲因迄群人受消灭。这是照上主通过摩西对以利亚撒的命令。隔日，以色列人全体会众拢埋怨摩西甲阿伦讲：恁害死上主的子民。会众自即攻击摩西甲阿伦的时，忽然看见会幕有云嵌地，上主的荣光显现。摩西甲阿伦就来会幕头前。上主吩咐摩西讲：恁着离开即个会众，互我通伫1万年久的中间，甲因消灭。因2个人就趴伫涂骹。摩西对阿伦讲：去摕你的香炉，将祭坛顶的火下伫迄内面，顶面下香，较紧带去会众遐，甲因赎罪，因为上主已经发大受气。瘟疫摊开啦！阿伦照摩西的吩咐，摕香炉走入去会众中间。哎呀，瘟疫已经伫人民的中间在摊啦！阿伦就将香下伫火的顶面，甲人民赎罪。伊徛伫活人甲死人的中间，瘟疫就停止。除了因为可拉的事件死个以外，拄着瘟疫死个共14700人。瘟疫停止了后，阿伦就倒来会幕门口摩西遐。敢是伫为主做大事？可拉、大坦、阿比兰甲其他250名领袖，伫摩西和阿伦面前集合。这代表因已经有一段时间的讨论，因企图向团队领袖陈述因的不满，讲：恁伤过分啦！全体的会众，逐个人拢是圣，上主嘛伫因中间，恁是安怎自高，看家己比上主的会众较悬？摩西和阿伦敢真正有自高较悬过会众是无？安尼激烈的行动和指控，袂禁得互人猜想，因到底是伫爱要做甚物？面对这群人的指控，摩西拍压伫涂骹祈祷，
甲一切拢交托互上帝。接续，摩西对因讲：利未的子孙，注意听，以色列的上帝，甲恁对以色列的会众分别出来，互恁亲近伊，办理上主会幕的事，搁徛伫会众面前服侍，这检是小可代志。对考拉带头挑战这件事，摩西感觉受气的原因，不在伫伊家己的地位受威胁，是想到因原本是上主所分别出来侍奉的人，毋过因却小看家己牧养和服务会众的职分。因想要徛踮摩西和阿伦同款的领导地位。这亲像因在做的大事，也就是伫人民面前发号施令。因为安尼，摩西对因讲：“你甲恁这群人联合，是咧攻击上主。阿伦是啥人？恁竟然对伊发怨言。”摩西毋是讲因渴望做大事有毋对，是因竟然掠侍奉上帝。是小事。考拉叛变事件并无对着考拉顶人的灭亡就落幕，反倒伫会众中间燃烧。因也对摩西和阿伦发怨言。上主降落瘟疫，惩罚发怨言的百姓，这是出自伊的受气。上时阵也是伊对摩西和阿伦的喊话。上主所差遣的仆人，的确会受查验，搁得到伸冤。看家己的敬拜和服侍是小可代志，干那羡慕领袖的舞台甲权力，拄好是考拉党人失败的原因，也是今仔日教会充满张力甲冲突的原因。当时利未人受竞选。诚做通伫圣幕侍奉的仆人，总是因对上帝人物要真浅薄，信仰犹原真幼稚。因掠做家己拥有上帝同在，却毋知影摩西毋简单有上帝同在，也会当甲上帝面对面讲话，才会当有效管理众人。摩西的权柄是上帝赏赐。而且经历上帝磨练，才有即个能力。考拉党却误以为家己会当甲伊坐起坐落。伫考拉党叛变的故事中，因为信仰无成熟和妒忌领袖，直到引发灾难，提醒咱认清人性软弱的杀伤力。教会领袖的确需要接受会众的检视，但是因所承受的压力、责任和局限，也应当受到会众的重视。不当的挑战甚至挑衅，毋简单会伤害领袖个人，也会对教会整体造成损害。默想，我是就愿意真诚向领袖学习的信徒和侍奉者是无？我是毋是专一、谦卑学习，努力伫信仰上迈向成熟的？我是就愿意真诚向领袖学习的信徒和侍奉者是无？我是毋是专一、谦卑学习，努力伫信仰上迈向成熟的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检察我无够成熟的言行，捌造成教会的伤害，求你赦免。恳求你，互我甲今仔日的领袖铭记在心，只有常常承认家己不足，才会当带来成全和荣耀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